我啱見到咧，有人話咩愛護動物協會全港賣旗啊，將於7月18日舉行，請大家不要支持。我心諗，從來都冇支持嗰啲賣旗，唔好話愛護動物協會啦，咩賣旗我都唔支持。喺咩年代啊，仲相信賣旗呢一樣嘢啊？支持賣旗嗰堆厭佬真係喎，咩組織都好，都唔會支持佢哋賣旗啊！賣旗正 PK， 我覺得買旗啲人更 PK 喎，唔知呢樣嘢戇鳩嘅仲買旗喎。我覺得賣旗嗰啲人咧，其實好撚撲街。最撚興咧就係兩樣嘢啦，第一係推啲小朋友出嚟啦嚇，咁啊有啲人中意小朋友啊嘛，咁樣然之後咧又不忍拒絕嗰啲咁樣嘅小學雞啊咁樣小朋友咁樣嚇，濫用呢種咁嘅濕鳩心態。跟住第二咧就係咧你嗰啲學校啊，你咁有時候會見到啲學生走出嚟賣旗嘅。咁嗰啲學生走出嚟賣旗咧，其實咧有好多時候咧都係為咗嗰啲咩 KPI 定乜鬼嘅，為咗你啲咩學業啊，又或者咧你學校推你出去，然之後你又焗住做嗰啲咧，通常星期六㗎啦，屌你老母，着撚住到校服咧，假又冇撚得放，我推你出去賣旗，係啊，咩學分嗰啲咯，就喺度講話咩為咗咩濕鳩學分嗰啲，真係屌你老母臭閪！最甩戇鳩呢啲咁啊，所以咧，我覺得賣旗都係即係極度戇鳩啦。賣旗嗰啲咧就係會助紂為虐咯，明唔明啊？即係呢一樣嘢同環保係兩樣嘢嚟嘅，因為環保咧就係你未搞上面搞下面啊嘛，但係賣旗呢一樣嘢就係你就已經係嗰一層，你就已經係要處理嘅嗰一層，唔係要處理咗其他先，而係你賣旗你係唯一一層嚟嘅。你應該要處理你賣旗嗰呢一層。我每一次咧，如果經過嗰啲賣旗嗰啲柒頭嗰度咧，佢哋係唔會夠膽問我買唔買旗嘅。可能個氣場太過強勁，尤其啲無國界醫生咧嚟咗你呢邊商場宣傳，我無國界醫生我又唔知道好定唔好啦。因為始終無國界醫生都唔係嗰啲咩非洲兒童嗰啲濕鳩嘢啊嘛，即係你無國界醫生，譬如喺香港咁樣，你一個香港人去咗非洲幫啲非洲人醫病咁樣，咁佢係無國界醫生嚟噶嘛，咁佢所做嘅嘢又唔可以話佢錯。If 啊，即係你如果你係叫原心大學捐錢俾嗰啲咩非洲兒童，話咩返學好慘嗰啲，我覺得根本就戇鳩。你非洲人你自己戇撚柒鳩，你明知自己個生活唔好，你係咪撚柒生啊？係咪先？佢哋自己都冇啖好食啊，生10幾20件出嚟，然之後就要揾其他人幫手養，話咩自己個仔好慘，乜撚柒嘢戇撚鳩啊！你話呢件事係咪弱智先？但係你無國界醫生，你唔關佢事噶嘛，即係個仔唔係佢噶嘛，你明唔明白？即係佢係搞得掂自己，然之後佢係去外國幫人哋醫病，我覺得本質係兩樣嘢嚟嘅，歸根究底都係兩樣嘢嚟。但係你話嗰啲，因為我唔清楚啊。但係你話咩無國界醫生，即係你捐錢俾佢，佢又拎嚟做啲戇鳩嘢，咁啊另計啦。非洲啲問題講咗咁多年都冇解決過，係咯，根本上佢解決唔到。呢個係根本性嘅問題，呢個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。非洲最嚴重嗰個問題係佢要乜冇乜。有冇聽過一句説話叫授人以魚，不如授人以漁啊？你有冇聽過？你哋有冇玩過《天龍八部 Online》？《天龍八部 Online》咧，一開始有個任務咧，其實就係講緊呢一樣嘢。段延慶我印象中嗰個任務係阿段延慶咧，會叫我哋玩家咧去做一個任務。一開始咧係送饅頭嘅，送完個饅頭俾乞衣之後咧，個乞衣咧就會好感激你，好開心。然之後咧，翻去回報阿段延慶咧就會叫你今次送個鋤頭俾佢咧。嗰個乞衣咧見到送個十字稿咧就會喺度有啲怨言，就俾食物我好過啦。俾嗰啲十字稿我做乜嘢咧咁樣？呢一個就係嗰個問題啊！你而家個非洲嗰個狀況就係你不斷咁俾食物佢啫嘛，你俾唔到一啲十字稿佢，你俾唔到啲魚缸佢，咁佢咪由頭到尾都係咁樣咯。根本上成件事係弱智，即係個地理上已經出咗一次問題啦。佢第二次問題就係政府方面亦都係有個問題喺度嘅，綜合好多方面嗰個原因。地理又係，政治又係，冇㗎。呢個世界總會有窮人㗎，咁窮嘅地方就喺非洲。呢個世界絕對係有啲地方窮，冇辦法。呢一樣嘢係一個現實嘅問題嚟嘅。你諗下，非洲可以令到啲咩？令到非洲唔窮？非洲嘅問題咪你冇得解決。